先开始，咱来关心花莲县的新城乡，一栋2层楼的人家厝，昨昏火烧厝。消防赶到现场的时，1楼、2楼拢已经全拢烧起来啊！消防人员有救出2个大人甲2个囡仔，也毋过这2个囡仔送病院不幸过往，也那这2个大人还搁伫家护病房抢救。 2层楼的厝不出大量乌烟，警消到现场时阵已经全部烧起来，伫1楼的厝骹，60岁妇人人伫阳台喊救命，消防人员赶紧架梯啊去救援。我们刚开始看到是浓烟了，一开始是只有烟哦，对，就来不及了，一下子就冒火了。代志发生伫24日下晡3点外，花莲新城乡嘉里4路这栋厝，结果回囡仔这向阳都出门向厝边求救，啊，不过因为1楼是病厝，2楼是甲看屁片，火势是无法度受煞。 打火机之类的，上火了，反正里面有天北街，不知道是你说是不是小朋友在玩火？对。在2楼一个女性厝骹救出来，消防人员伫1楼发现一个3岁查甫囡仔甲2岁查某囡仔拢用无生命现象，送医抢救不治。搁伫1楼后边发现67岁姓邱的老先生，也就是厝主，有砸伤甲大面积的烧烫伤。 1楼处里面有发现2位1男1女的小孩跟1位大人我们后续也迅速的将他拉出，但因为吸入性呛伤所以我们去现场给予急救他后送慈济医院。 2个死亡囡仔是姓邱的老先生孙仔的囡仔，2个大人是拢伫家护病房抢救。火调科人员伫拍花火势了后，也入来替找找事发可能原因。 即马厝烧坏去，乡公所也应安排更大的受灾户，住伫个天公庙内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